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23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副市长颜顺泽在表态参选后一届市长选举以后，为了专心投入选战，无想要耽误到市政的推动，所以在上午正式举办离职记者会，表达不甘甲感动。市长赖清德除了办证讲在台南的英语，嘛肯定颜顺泽有政治人物的权度。副市长颜顺泽亲亲一鞠躬，除了感谢大家在人生选择时期副市长这么重要的时刻，拢出席来共同见证，嘛是继续打拼参选市长上大的动力。颜副市长表示，在12档9个月担任副县长甲副市长的丰富经历，参选市长是半岛得票的责任。现在这刻就是4字不舍感动。即摆我的心情。敢若4字，就是不舍，甲感动。每一届，伫我的职业有大变迁的时阵，我拢充满着不舍的心情。我会记这民国79年，当我伫嘉义林外科受完医师、大科医师训练的时阵，迄个时阵要来决定我要倒地来开业的时阵。面临着人生真艰难的选择，我的家后是住伫嘉义，我伫嘉义林外科的患者非常多，但是我咧想，嘉义无欠一个受过好训练的医师，但是我家己的故乡会赢，欠一个受过训练的内科医师，所以我当时就放弃嘉义真侪已经有成的这个患者。来到会赢迄个所在，重新来拍起。颜副市长进一步表示，每个人生重要的选择时刻，伊差不多拢是规暝无困。伊强调，离开毋是为了离开，而是为了日后搁再相见，拢是为了台南日后重大建设甲发展的新生命。伊勇敢接受人民的检验，希望再创高峰。这个所在，我嘛望，我相信咱市府的同仁同款。伫咱赖市长追求这6档、8档内底，咱大家是过了，是虽然是讲咱非常辛苦，但是咱感觉咱做有成就感。我想这个美丽城市会替大家留下真侪美丽这个记忆。所在再度感谢市长，感谢今仔出席每一位贵宾，感谢您，再见，感谢各位，谢谢。面对颜顺泽时节，市长赖清德表示，虽然唔甘，不过并无意外，除了肯定伊心在台南，讲在台南，嘛学到伊认真、专业、负责甲客气，有政治人物高度的典范。以后嘛将聘为首席顾问。孙德兄除了认真拍拼，除了专业，除了负责任之外，我感觉伊嘛是一个真客气的人。我想大家在座这一人来，一定有来当发现，颜副市长吼，孙做兄一点，做人真客气。我还阁毋捌看过伊甲人冤家相骂过，吼，也毋捌听过讲人咧甲我讲，哇，颜副市长伫外口有甲人大声过，无。伊差不多是拢以市政的推动为重点，吼，伊无咧计较。好，伊无咧计较，所以当伊要离开，我再次甲大家讲，我真正是真唔甘。但是如果讲伊是希望泡着有梦上水，希望会当上水，这边的离开是望未来有机会大家搁斗阵做伙。我感觉讲，咱应该爱甲鼓励，我嘛甲伊大大祝福，安尼好无？伫赖市长任期内，上要接后一任副市长，市长并无透露，有待时间来印证。但新闻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伫这场记者会当中，有来自大台南各区的服务团队，以及所有甲伊做伙拍拼的市府以及主管，来替伊加油鼓励。
其中伫台湾50档长期服务绿色港会中新妇嘛出席，当时表态，伊领到台湾身份证的第一届选举，就是要投予颜顺泽。选择1月23上午10点半，颜副市长提前来到会场，先介登记伫大台南各区的服务团队以及支持乡亲，以握手加油鼓励声不断。会中来接受市长颁发讲在台南的任务，也甲所有做伙拍拼的市府团队翕相留念，留下历史性回忆。伊伫辞职以后，颜顺泽面对目前台面上的参选人，告需要比较伊辞职的模式，表示尊重。每个人的思考都不太一样哈。那我个人是做这种选择，那我也尊重其他人的选择。那我想每个人的选择跟决定都会让选民在做选择跟决定的时候有所差别，所以我个人对其他的候选人并没有其他的意见。离开是为了我不想耽误市政的推动。会中包括国际顾问黄坤富、前立委王兴南等贵宾拢到场鼓励。上届特别的是伫台湾50档一线奉献予早疗关怀弱势干神父，伫领到身份证的第一摆投票，嘛表态要投予颜顺泽，予一边的颜副市长相当感动。我拿到这个票，这个身份证，我可以投票，对不对？对不对？你是不是以后还要做市长吗？是不是？对。哦，假如你要做市长，你要不要我投你的票？我答应他，一天我投他的票，这是最好的礼物。就是第一次我在台湾投票，也是会投给颜副市长。以后要叫他颜市长。面对颜顺泽已经无再是副市长的职务，全心全力要投入市长的选战，伊的牵手嘛全程参与，都来支持伊的选择，嘛已经到处替红赛救票。尊重他的决定啊，支持他做什么有会全力支持他，然后有帮他助选吗？有好很多了。辞职以后，就是专心投入选举开始，未来一档外冲刺以后，嘛将决定权交予所有市民。等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皇家客运中心长期以来拢是靠着老旧的二手交通车来接送学员，毋过却常常故障。好用都基金会创办人侯伯明伫知影以后，特别用基金会名义捐赠一台全新的无障碍交通车。上午伫社会局长等贵宾的见证之下，完成捐赠仪式。伫各界贵宾的见证之下，好用都基金会创办人侯伯明上午正式将这台无障碍交通车捐赠予皇家客运中心。未来将提供中重度障碍者日间接送、参加活动，或者是就医等等的服务，好因袂因为二手的交通车时常故障来造成交通中断，影响服务。在这边的167位呢的验生呢，他们除了路托的需要接送以外，最需要用车的时候，就是每天的那个就医，我们就医用的频率非常广，哦。因为随着他们年龄的慢慢的增长呢，有当时啊，一日走袂离啦，车拢无够哩。我常常讲车开车常常都不够用嘞，啊，我无车，我要驶我的车，我驶去啊。所以我们在里面工作人员都是8班5役，我的护理师，大家拢爱用赛车，化解一年尔，无出去也无天，一个礼拜爱载去啊。所以我们用车的频率非常高，哦，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我们各侯董事长、我们局长的参与啊，然后就接受来这边参与这个典礼哦，多旧年多拍两台报废2台车，我们都捐了一部。头一我咧讲车歹，我就直直甲考试咧讲，今年佫变了，吼，我希望佫来一届，吼，绝对爱来听大家好唔好？吼，车的问题，相信考主任，吼，你想办法我捌始动啊啦，载落较紧佫来，吼，加减来斗做，吼，尤其这上有意义就对啦，吼，我一定。会变有算，互大家会更加方便。我嘛是趁这个机会来了解这台车，来了解咱这个院的设备，社会多给他们关心，
社会更和谐。这是应该企业家应该要做的啦，社会局长刘淑慧也非常欢喜看到这项好事的出现，强调公家单位的资源有限，所以有缘必须靠民间的力量来照顾更较侪社会弱势，并希望借着这种的善行，引起社会大众对弱势的重视，进一步用行动来帮助因。但新闻站山郭博义采访报道。由皇上文创公司接手经营的台南日本宿舍，将日本皇太子来台南的临时行馆打造成为一个新的观光休闲景点，叫做静苑。伫农历正月初1到初9，将会邀请知名的茶品牌伫现场做展出，邀请民众做回去品茶。位伫东兴洋行后面的台南日本宿舍，原本是要作为日本皇太子要巡视台南盐产的时阵，予皇太子就近休困的所在。经过多年的荒废，搭档前由市府委外经营，重新修建，正式日本皇家的步道，让这个所在变成游客行搭的一个地点。我们旁边就是东兴洋行，再来就是德记、一记、和记、来记。整个19世纪台湾那个对外的贸易重镇就在这边那这边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场域，就是做盐的所在啦。盐较早就是按台湾这个上大，而且又出口的一个地方这个入世群的话，那经过文化局的改装、文化局的一个维护，所以我们现在变成一个静苑，安静的静然后花园的苑。所以是一个非常安静、非常漂亮的一个入世的一个花园。为着展现日本建筑的风情，甲台湾文化融合的魅力，安平静苑特别伫1月28号到2月5号春节假期，安排知名的茶品牌喜字号女儿茶现场做展出，并且伫内底摆设品茶区，邀请介意饮茶的民众到店来参与。应用这一次的一个过年的一个假期，那我们这边除了是以那个古代的一个烘茶的一个意象，因为茶像那个讲个甲烘茶有关系呢，因为较早台湾无种茶的时阵，安平是进口茶上个重要的所在。台湾出口茶，我来以安平为出口茶上个重要的所在，所以我们今年的过年就是特别提到一个烘茶的一个概念。然后我们的外面都是有很多文创的一个市集，包括的话是安平的一些文物、安平的一个小吃都会在这边呈现。由皇上文创公司接手经营打造的静苑，有加将结合文创，成为少年人 cosplay 的场景，并串联东兴洋行、德记洋行甲安平古堡，来吸引更较侪观光人潮。但新闻站上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金鸡报喜迎新春，恭贺新年大吉利。我是台南市议会议长赖美惠，代表议会全体同仁，祝福乡亲好朋友新年事龙光昌，家顺成，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万事拢如意。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副议长郭信良伫个岁末年终，结合电力资产爱心会等单位，22号伫个服务处举办爱心送礼活动，净山安南区计16号
白米罐头等民生物资，现场还有送春联、义诊、按摩等等的服务，要互因安心过好年。由成立慈善爱心会，结合副议长郭信良、立委陈廷辉、正德慈善基金会、甲地方人士等善心团体，共同募集物资。22号上午，伫副议长服务处发送给安南区低收入户，总共大约1200户。今年已经迈入的第14年的发放物资吼，这个物资特别较丰富，所以好家人希望会当互因过年咧，加感觉物资上的不到的缺乏的问题，非常感谢社会大众。能够发起这样的爱心。除了捐赠物资，另外现场阁提供免费的圆仔汤、义诊、按摩，甲送春联的活动，希望低收入户过好年。今日新闻连跟彩虹报道。由立委陈廷辉发起，结合北区承德里甲侪善心的企业，以及台湾县会计师公会，22号伫承德里活动中心举办岁月迎春关键公益活动。总共有北区751户低收入户受惠。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怡丁联合服务处22号结合北区承德里等单位举办岁月迎春关键公益活动，现场准备1000包的白米甲红包等物资，提供北区751户低收入户来领取。我想，其实我们每一年其实都有在做寒冬送暖这个工作哈。那今年特别我们承德里王三宝里长哈特别来发起，那我们就共同来共襄盛举哈。那再加上我们的会计师公会也特别捐赠了1000包的白米哈，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也期盼说让我们所有的弱势朋友所有北区的低收入户在寒冬呢能够感受大家对他们的温暖哦。那我想也要特别感谢包括我们承德里王三宝里长、我们会计师公会还有我们非常多的赞助单位哈，大家一起共襄盛举，来圆满这个活动。那也期盼让所有的弱势朋友可以过个好年。那个以前会计师公会大部分都每一年都有这个白米捐赠的活动，这次会跟委员配合，主要是因为以前我们都不晓得弱势团体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白米捐赠的时候，并没有找到真正需要关怀的弱势团体。那我们知道这个委员是从基层做起，那所以知道这个弱势团体族群到底在哪里。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搭配立委，然后委员来做这次的这个白米捐赠活动。现场并且提供1000份现煮的糯米，获得小朋友享用。同时也设置免费的胸腔 X 光的检查。获得协助群伫个食饱之余，也当身体健康过好年。今日新闻连跟彩虹报道。台湾国际职业妇女协会大台南分会22号上午举办岁月寒冬送暖活动，招待南台南家扶中心受扶助的家庭，总共250位亲子做伙参加。前副总统卢秀莲也以着总会前理事长的身份，到场为家扶儿加油打气。台湾国际职业妇女协会大台南分会今年以着关怀弱势家庭，特别邀请南台南家扶中心受扶助的家庭共同聚餐。包括前副总统卢秀莲也以着总会前理事长的身份，到场甲小朋友同欢，并且共同递赠礼品甲红包，希望大家过好年。大台南分会有这个机会来办这个岁末寒冬，跟大家一起用餐。今天在下个礼拜我们就要新年了哈，大家都要过年哈，很快乐哈，所以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哈。南台南家扶中心在过去，然后我们今年第51年开始，以台南家落地生根了50年，超过50年。受到许许多多的我们台南的乡亲，我们台南的民众的一个热烈支持，才有办法陪伴许多的家庭走过这一段的历程。我想这是一个最棒的一个时刻，让我们彼此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共同的成长，共同的滋养，共同的找到希望跟幸福。另外，主办单位佮安排会者上菜秀，新检协会常务理事的立委陈廷辉。
因为随团到美国参加新任总统川普就职访问，特别有小妹陈怡丁议员代表协助上菜，表达对着误会受辅助家庭的敬意甲关怀。台南新闻人跟彩虹报道。行政院农粮署甲台南市农会为了迎接春节来到，将伫25、26号2天，伫假日农市举办年会市集。除了有各种的南北货甲农特产品特卖以外，民众只要到场消费，佮免费赠送各类菜。距离农历春节只剩几天，如果民众要未买好过年的年货，台南市农会特别甲行政院农粮署合作，将伫年关进前最后2-3天举办年会市集，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年货市集啦哈。我们台南市农会在我们农委会以及我们农粮署的辅导之下就在我们的假日农市，25、262天呢，从上午9点到这个下午的7点来办理这个年货市集的，由我们在地的农产品呢来做这个行销呢。当然就是提供给我们台南市民呢，整个南北货，还有我们这个过年呢来送礼呢自用都2相宜的我们的农产品，当然产品呢都在我们农会的把关之下呢，都是非常的优质呢，希望我们这个活动呢能够这个带给我们这个台南市民呢很多，尤其在过年的时候，一些采购的这个方便。这届推出假日农市年会市集，现场除了提供各式南北货，还有小农本土农特产品的礼盒特卖。民众只要到场消费，现场佮免费赠送各类菜，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台南新闻人跟彩虹报道。新闻之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16度到20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月23号的中港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